熱門係9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雪茄福星稍為慢啲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埋邊位置啦，順線寶都快啊。粉紅衫過咗佢有劍無情啦，中間百里往外邊淺藍衫走埋上去，仲有宜昌奇兵啊。中檔位置紅白衫呢，就係呢隻同有韻啦，響外邊紅當當啊。馬林入邊綠衫順義啊，內欄位置啦，轉德勝呢，就跟住順線寶嚟跑啊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心愛的出邊鼓浪非凡，尾4內欄雪茄福星啊，尾3呢，灰色衫嗰匹呢，有試跑得外邊啊本能啊。連後個馬匹係灰馬嘅準先生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放頭嘅馬係劍無情嚟㗎。跟住喺第2位有宜昌奇兵啊，第3位嘅馬外邊係紅當當啦，內欄第4啊順線寶啊，中間第5嘅馬呢，咁啊仲見到有百里王啦，外邊係鼓浪非凡啦，等緊內欄喎，仲係轉德成啊，馬林中間綠衫順義，外邊係同有運掟大外檔係本能嚟㗎，步速唔方快，睇係咪鬥爆啦？前面就劍無情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啊！見到宜昌奇兵就逐步咬咗上嚟啊！中檔位置順線寶亦都展開衝刺，中間位置仲有紫色眼就紅當當，後多層響入邊啊轉德勝啊！最後百零米，宜昌奇兵鬥緊劍無情嘅時候，咁啊見到順線寶都逐步追緊上嚟，最後100米，中間宜昌奇兵埋邊劍無情打翻上嚟，出邊順線寶接近終點，200碼相當接近，埋邊位置劍無情似乎揮逼有機會咁啊影相同嗰隻宜昌奇兵啊！外邊位置順線寶就第3、第4名埋邊轉德勝，出邊係紅當當啊！宜昌奇兵曾經一度過咗埋邊粉紅衫嘅劍無情㗎，但係比下之下呢，劍無情好似喺入邊又上翻嚟喎。第4名嗰匹係轉德勝。劍無情啊！一放到尾，後尾啡登得手啊！跑第2名呢都係擺前㗎啦。10號宜昌奇兵順線寶大熱門第3，轉德勝後尾落飛跑第4。宜昌奇兵希威森醒目啊！咁講真，走前着數你計過都應該冇乜步速啩。嗰個就見到有啲騎師比較被動。